今年台北国际册展现场展览是停办，不少参加单位本地拢已经准备好势啊，只是换去规模较小的场地举办。台湾文学馆本地也要去参加活动，只是刷到台湾文学基地去举办啊。台湾文学馆规划的台湾语言族群对话展览，原本要伫台北国际册展展出，即马刷来台湾文学基地。导览员阿文用5种语言小解台湾，正台湾的语言历史。生活中有一寡人甲人讲同款的话，嘛有一寡人甲人讲的话无同款。除了静态展览，也有19场的讲座，有原住民语、客语、台语等等的主题，展现台湾族群共生的多元语言环境。另外，文学基地嘛免费提供场地给出版社，为一礼拜5开始举办读册无休困的活动。有历史，嘛有文学，嘛有囡仔册，嘛有翁仔册，嘛有杂志，内容是真正的丰富。总共有16间出版社会来参加，欢迎大家这个主办会当来遮，甲大家斗热闹。台北国际册展因为疫情取消，但参加展览的出版社早就拢准备妥当，加在有真侪单位提供场地，已经规划好势内容，才通好展出。这个台湾文学基地，它其实就主动的释出这个橄榄枝，那对于我们这些快要溺水的出版社们，其实都非常有帮助。然后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店跟活动空间，其实都有提供出版社这些免费的活动的场地的使用，让出版社规划活动之后，还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露出，不会损失太重这样。刘定光嘛讲，即便台北国际册展雄取消，参加的出版社拢袂负欢迎。目前虽然阁有讲座和线顶展览，不过已经取消的实体册展，线后要安怎处理？嘛，毋望主办单位甲政府会当有相关配套的措施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